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政院消保处稽查6个县市总共26间的外送餐厅，结果有21间无合格，也毋过有业者发冤枉，准备要来申诉。厨房内面看到10外只的细只家怎，这是高雄有名的餐厅。桃园这间餐厅出现着过期高档的木瓜粉，这个餐厅甲线上送餐 APP 合作，餐厅相片看起来整齐佮美味，但消保处来稽查了后，环境真阿杂。高雄的黄鹤楼餐厅里面竟然有一群蟑螂那这群蟑螂在那里面，台北的天下面，我们抽验它的一根葱里面有20项的农药残留。当下是他早上来的时候，他拿回去检验的那个葱是厂商早上刚送到的，那因为那个葱是我们都还没有经过处理，还没洗，也都还没使用，他就拿回去说要检验。5号老夫之前，伊嘛出来解释，讲餐厅一直有咧消毒，稽查到的所在根本是无咧用，已经准备要向卫生单位申诉，就惊消费者食到无清气的食物。消保处稽查26间，甲外送平台合作的餐饮业者，竟然发现其中20间厨房环境卫生无合格，6间是食材过期，2间是蔬菜农药残留超标，相关罚12万。不过无合格的餐厅伫复检了后，目前19间已经改善合格啊。嘛特别提醒民众，人以为讲外送 APP 合作的对象一定无问题，也是爱谨慎挑选餐厅。